OK。So
그냥 쓰세요. 뭐라고 그냥 알아서 하시는 거예요. 그 집안이면 나는 공부해서 하고 아이들한테 이거만이 what you do 뭐가 이거 나오냐 이거는 내가 나오냐 그래서 뭐가 완전 맞아요. 이거는 뭐 maka tapi berapa atau berapa? Tapi dua, cuma速度跟我们活的，你自己就是个，我这里就是个我管你自己去，你根本那是啥的道嘛？像他们那个这边我也不能发嘞，他们没看，哎，我这个这我这怎么我这个呢？我这个咋办呢？在这个旁边，如果在这个呢，你这个看来，这个你那么呢，那自己看了那个情况。他们三个第四套，我们讲我找不来，大家来，我这怎么，我怎么样，我马上来，我立马上去买，我怎么样？我这边确实今天我去，我没找到，那个我这两个两三十，两三多的，差不多我也3两，怎么去？他们比如广播上的，他是广播。OK， 来问讲，我去那边去，我广播那边去，那边打3万，啊。我这个并不是这个不流了，他不是这个不流，对，好，我这个视频当中都我练习学各位你包括不了就不了，你觉得呢？他我上这个地方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那个不是，然后搞错了，你这样子领导有点怎么来？所以呢，参照我们什么的，20，如果他让他来，怎么去你们这个都不关心。
Kaya mo niya, Goku Yosho, ito ko siya niya. Okay.
么多的项目啊，明年我也是不知道，家里面家里头，为了我们家是吧，也是个公司的去在花莲发展的，是为了地方公司地方家是安全的，肯定是什么嘛，肯定，也是在公司的公司，也是在花莲的。也是要做在服务的有样，也不觉得公司蛮好，但是呢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有点发展嘛，那么就上次我们在做发展，那么有在大方的上次的我在你住的生意我在那个，那边有做那边，这也是那边我跟他